今仔日欢迎进行考试人事案的同意权投票，和南北红色的瓜内玲无得到过半的同意票，其他8人拢通过审查咯。今仔早起投票的时，民众党的立委黄珊珊将对瓜内玲当无同意，嘛无说理去当着同意哦，因为无法度搁换选票，黄珊珊嘛会失咧。 立法院17进行第14届考试院正副院长加这位考试委员被提名人的人事同意权投票，民众党团表示对瓜内玲也个议员纳会有意见。国民党团经过党团大会决议对瓜内玲也个议长被提名人周凤宪等无同意。国民党团早上经过很充分而民主的讨论，就决定是对院长被提名人跟一位柯丽玲女士2位投下不同意票。柯丽玲 被提名人在我们委员对他询答的过程当中，充分展现了相关业务的陌生、酬庸的色彩过于浓厚。以外那位委员在之前担任过考试委员，并没有充分的去履行他的职责。不过，伫咧投票时阵，民众党的立委黄珊珊投唔到票，现场向议长韩国瑜要求改正。 事后是发声明讲，伫咧瓜内玲纳会当时等无同意加同意变做废票，因为考试院人事案件，民众党团的票是正关键的少数。若被伫咧无共人选内面，唯有交集的就是检察官出身的瓜内玲。民进党团是讲会全部拢支持。我们本党有我们的立场哈，至于说民众党他们的想法跟看法，当然我们有初步做一个了解，但是我们会坚持本党对于每一位考委 他的一个专业也好他的一个操守也好，各方面呢，我们都会做出考量。希望能够来说明一个相对能够说服社会大众的理由，否则我们认为适格适任、专业性都兼具的考试委员，应当祝福他们能够顺利的获得通过。 根据规定，立法院行使同意权时阵，等全院的委员会审查过了后，议会是以记名投票来表决。 爱超过所有立委1/2的同意票，目前立委总数是113席，等于是只要摕到57张同意票就是通过。记者综合报道。